寶寶博士煲劇學中文。如果大家睇咗《逐玉》呢一套電視劇，相信你哋對於佢嘅插曲《眾裏尋他千百度》一定很熟悉。呢一首歌曲嘅內容係來自宋朝辛棄疾嘅《青玉案元夕》，而呢一首宋詞更加係 DSE 必考範文之一。張碧晨主唱嘅《眾裏尋他千百度》係由董冬冬製作，我覺得董冬冬非常聰明，無論係辛棄疾嘅《青玉案》定一話係《逐玉》，都係講緊一個人好想喺一個地方度找到另一個人。雖然電視劇嗰度就冇講佢哋喺元宵佳節度相會，反而男女主角喺雪地上面相識。當時男主角身受重傷，女主角就喺雪地度拯救佢，所以男主角亦都揀返喺雪地度同女主角示愛，可惜就俾女主角拒絕咗，令到佢心灰意冷，決定返返去軍隊度打仗。而女主角事後亦都發現自己其實真係好掛住男主角，所以從此就踏上咗呢條尋夫之路。之後女主角陰差陽錯之下就加入咗去男主角嘅軍隊裏面。其實佢哋有啲情節都係差啲就可以遇上，呢一點亦都係董冬冬好聰明嘅地方。佢就係找緊佢哋有幾次都彼此錯過咗相應嘅時刻，就更加凸顯咗眾裏尋他千百度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其實你要揾嘅他，其實一早已經喺你附近啦。幾經波折，男女主角終於喺軍營度相遇，就好似辛棄疾終於喺燈火闌珊處找到佢要找嘅他。仲記唔記得寶寶博士教過你哋用二人對話去設計對白？等我自我介紹，我就係辛棄疾。你願唔願意同我一齊抗金北伐啊？我一介女流之輩都可以擔此重任嗎？當然可以啦！電視劇裏面嘅大結局最後一幕就係男女主角一齊出去打仗，而寶寶博士就好想幫辛棄疾完成心願，因為當時佢好希望擊退金人，恢復中原。所以煲劇都係可以學到中國文學同埋中國歷史，只要你多啲發揮聯想力，其實你可以喺當中揾到好多寶藏㗎。如果你鍾意寶寶博士嘅影片，你可以留言同埋 CLSS， 又或者喺IG 度睇下點樣可以加入去我嘅群組。